大家好，我是彭恰恰，欢迎大家收看咱公视第2台报道高丁。台湾人拢知影讲，罗水溪是台湾第一长的溪仔。毋过你敢知影，合欢山、日月潭甲罗水溪拢有关系？咱拢会晓念一府二鹿三艋舺，但是可能无偌侪人知影讲，罗水溪甲鹿港变做大松港嘛有关系。有一句话讲，罗水溪是青梅蛇乌白卵，400年来造成真侪大水灾，所以南边的西犁做出一个泰山石敢洞，北部的溪州建一个大石塔来镇水。是安怎罗水溪会遮尔可怕？300多年前所建设的八宝圳，是安怎会互中华甲云林的发展无共款？真哦，每年拢都有咧甲你拜啊！罗水溪内底有真侪台湾的故事，咱今仔日特别把这寡故事挖出来。罗水溪的水对着天顶来，溪水内面有祖先的花冠，一山过了。咱大家拢知影讲吼，大水是真艰苦，无水吼是搁较苦。有影呢，其实大家拢惊做大水大水未到先造花，才未时到水崩山惊到这个生命财产拢有去受到影响所以大家拢真惊就要先预防。若是无水人根本都拢无法度生活所以讲咱台湾早期的一寡庄拢会起伫有水源的所在。大家嘛拢知影讲罗水溪其实是咱台湾上长的一条溪，台湾的历史发展又甲罗水溪有真深的关联，所以咱今仔日呢真欢喜，就邀请到罗水溪的查某囝，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史研究所的这个所长张硕斌老师来甲咱分享到关于伊对罗水溪的研究，欢迎张老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罗水溪是安怎这个水道叫做罗水伊的水哪会落落？我就想讲这条溪遮尔宽，伊的迄个源头是对倒位来的？头拄咱有听到迄首歌讲，罗水溪的水天顶来，是天顶是对搭？对天顶伫倒？实在伊是伊的源头伫合欢山，差不多3200公尺的所在。是合欢山。对，合欢山伊也久的北边南边有几个山头。咱即摆就看足侪人去遐去遐旅行。遐有一个叫做武岭，下口有一个细细条的水沟迄就是罗水溪源头，为源头出来，伊甲外其他的河川，再慢慢变啊，等于大条。淡水河是一条安尼的河罗水溪伊叫做溪，这河甲溪还有咱听讲江这三个分别伫什么所在？河含溪还是有无共款。溪虽然大条，毋过伊一年。大概有半年你来看伊拢大大。毋过河咧，你看伊一年四季，伊大概水量拢相同。所以讲河伊有法度讲为淡水伊去到三峡，伊去到大溪，迄水船了有使，伊的水量较大。是。因为北部宜兰嘛是，嘛是叫做河。是啊。这水量拢是较稳定。毋过其他啦，高屏溪啦、大甲溪。拢是溪，拢一年有至少半年，也是讲大水来时，你才会看足侪水，无拢看石头。我听老师你讲，我想起来咧因为近摆咱会过迄个西犁大桥或者是讲行高速公路的时阵看桥骹迄罗水溪其实拢大大呢所以讲平常时这个溪其实是较大的，河伊的水量就会较侪，伊就较稳定，对，所以是安尼分的。是，伊的罗水溪，咱讲着伊的溪会落落伊个自迄个源头是一条细细条的沟流落来变做是一座溪，这座溪然后搁流落来老师你就
是迄个罗水溪查某囝嘛，我是中华园林，园林所以我毋是住伫溪边。啊，毋过咧，我原来有抵引着罗水溪，和罗水溪抵引着。所以讲这个罗水溪底真侪人吼，嘛有人甲我讲，罗水溪实在毋是叫罗水溪，爱叫做东犁溪呢。东犁溪啊嘛有讲，毋是爱叫做西犁溪。是，我就用这个以前乾隆时代这个古早的这个地图，互因看讲，伊以前伊伫遐源头遐真正会叫罗水溪。啊，搭下游来，就是每一个地区有每一个伊一个分车器的名。咱看伊源头这边。咱讲叫中上游，伊遮就叫罗水溪。是。啊，来到下游遮，伊搭分车去，啊有伊无共款的名，东犁溪啊、西犁溪安尼。罗呢，是因为伊的发源的迄个所在地质是迄款人叫做粘板岩，伊的岩就是较松松啊、脆脆。大水一冲啊，伊就泉，伊就变到慢慢变到沙啊，滚落伊即个溪水内底。所以愈滚愈滚，伊就变到落乌安尼。啊，伊嘛有清的，嘛有看清水溪，嘛有落的部分。毋过伊落的迄款地质伊经过的地质较济。啊，颠倒是即个落水的落较肥对无？所以讲较肥，啊，低音就讲即个烟花即个像讲中华啦、云林啊、西犁即个部分咧，比如讲规城市拢来发展起来。即张是搁较早，这是康熙年间的。康熙。嘿，所以你看你看咱头拄看迄个地图，含即马看康熙年间搁较早的，发现讲伊落水溪伊流的水路太无共，因为伊水路。所以讲水落，咱迄管落的时阵会塌掉咧。塌掉的，迄管就会逼开。是。啊，河川嘛是共款，伊正伊的沙啊，伊的迄膏较济，伊嘛久来，伊嘛是会塌掉的。啊，伊即个水路塌掉，伊就去找伊新的路水路。我有听过一个传说就是讲罗水溪顶悬其实以早有迄个传说，就是讲有一尾罗麻啦，或者金河流啦、金罗麻伊就是伫迄个所在咧居住嘛。拄啊，佫有一只金鸭，迄个金鸭一感觉毋着去找迄个罗麻的麻烦，所以迄个罗麻就伫咧内底土内底滚，伫咧河内底滚，溪内底滚，滚久以后，迄个规个溪全拢落安尼。以前的人对即个科学现象嘛，毋知影讲伊的源头是啥物情形，所以有足侪的想法，就变到真趣味。是。事实咱即摆了解上伊地质的关系，毋过。有这个传说以外，伊伫迄个伊的水灾，每啊盖这个大水，伊沿这个水路的砖头，嘛有家己方法来抵抗这个大水。譬如讲西犁，伊就采一个足大的台湾上大的石敢洞；北方的溪州，伊就采一个足大的石塔。烟花为着要阻止迄个妖怪啦，或者是讲迄个水流水路会去改变，所以咱就采一下即个老师你讲石敢洞嘛，即个石敢洞有啥物特殊的意义嘛？这大水遐尼大，搁遐尼猛，一般的咱民众也无法度去抵抗，所以因就为这个罗水溪来想做是溪王。溪王爱来敬拜爱来尊敬，有伫遐大水来嘛是爱来想讲要哪来动起来。所以讲，伫罗水溪以南的这个西犁，伊就采一个泰山石敢洞。咱来看这个石敢洞伊一个较特别的是，这个泰应该是下骹是1、2、3、4，不过伊只减一个啥物？减1点。对。伊就希望讲水减1点是安尼所以讲这个汉字用到迄个意思是安尼。对，有的人讲伊写唔对是伊是故意的。咱过来看伊这个少，伊这少才才加1点。对啊，加减1点来走来只。伊这点是希望讲这石头的底较重的加1点。是。伊的寸树咧。伊毋是照一般的寸树，伊比一般的寸树较大伊当地人就讲，罗水溪遮尼大条，阮一定爱采一个伊的 size 较大的。佮伊即个伊即个筛甲即个剑，伊是冲位搞去北边去，就是你水得赶去北边，莫来冲来阮即个砖头。溪州人咧，因就做一个足大的石塔。
这个石头吼，咱看，台湾嘛有，毋过一般是咱伫平湖海看到来挡这个风。毋过石头，以我所知，这可能是原来台湾上大的。上大的。伊吼，伫要等2层楼悬。哦。吼，啊人徛起来差不多到遮尔。是。南边的西里迄个西啊，夹迄个剑台指去北边。啊，北边呢水加来北边，爱要哪北边就用这个石头，吼来挡掉咧。是。吼，莫台湾冲来食。啊，到落尾水流去倒位？所以讲水有点是，爱看有点是冲去北边，有点冲去南边，就看倒一边吼。看倒一边较厉害。对对对。啊，你小事到到尾嘛无了时，啊，这罗水溪嘛是伊保持伊个个性哦，伊欢喜冲去南边就冲去南边，伊欢喜冲去北边就冲去北边，啊，人的愿望啦，因是用伊的方法去记录迄段历史，吼，迄个过程。除了讲吼，南边、北边采一个石敢当，这石头以外，沿河的这个民众吼，每年啦，差不多我伫中元节前后啊来拜客王，是，所以会用看到因着搭啊去搭报花遐，吼，带因拜拜，啊主要是伫木笋年，就是吼1898年的时阵。啊，伫这个罗水溪发生一个足严重的水灾，叫做木水年的水灾。是，这个影响的部分是安怎去产生影响啊？到尾是安怎去解决？伊本来吼，咱看这个地图，伊本来水路吼是行伫咱今日的西里溪遮，就是婚林和中华界界遮。结果1898年即届，伊就吼为二水遮吼冲出去搭埔盐搭鹿港，吼，啊，伊遮本来拢有砖头，啊，伊水一冲去，咱就看人讲骨牌效应，这砖头就一个，互水冲去，所以足济都拢白砖。因为伊的后白冲吼，会冲无共位，所以咱甲用一款算讲是疏导啦吼。啊，所以讲即款就是用船嘛，用船落去甲做。台湾第一个大型的水圳，是这个水灾进前就完成啊。伊伫1709年就开始做啊。1709年。所以是伫这个吼，强要800年，这个水灾前800年就开始啊。是。所以迄阵啊做的时阵，就咧想讲要安怎片面吼，较袂互大概互水灾安尼影响到，啊为这个工程的，迄个水圳的工程，吼来拍歹去安尼。所以讲。所以讲，住伫罗水溪人有对着伊的好处，毋过嘛是爱含伊搬烂，含这个大水搬烂几啊百年。宝岛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济，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敬罗水溪实在毋是叫罗水溪，爱叫做东犁溪。啊嘛有讲爱叫做西犁溪，西犁伊就采一个足大的台湾上大的石敢当，啊北方的溪洲伊就采一个足大的石头。这就是这浮萍，然后这是灵母椅啊，娶某大姊较赢坐交椅，对吧吼？有饲的细只鸡啊，还有鸡母鸡仔囝，啊你若甲牵落来讲对吧吼？较唔惊拉腰背去。这条狗耶？条狗以后就铁钉啊套出来。啊，我听有啊。所以这叫做啥物呢？出钉。对。我听有啊。迄阵做囡仔，伫日本时代开始有做工课，帽啊、衫啊、穿茶啊，穿甲水水，啊面膜啊水水啊，化妆啊化甲水水安尼。查甫人的气味。迄个里头店、里头章的店，味的味。而且是咱台湾查甫人的味。讲去剃嘴、手剃刷了，对，去做嘛是做手术做的，就甲花露水共款是查某人的味。每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高丁》。啊，老师啊，咱讲到迄个开船吼，就迄罗水溪啊，伊安尼食变来变去，啊，万不的因也是吼，甲咱做大水的时阵啊，足歹应付嘛，所以咱甲开船啊，甲引流啦，引流安尼讲。啊，这个船是北堡船嘛。这条船开了了啊，一定爱有一寡仪式啊，啊无吼，伊若无乖乖听话的时阵，毋是更较害。听过讲迄个离水迄个所在，伊有迄个走水嘛，是毋是甲这有关系？伊迄个船的船头吼，毋是伫二水，啊毋是，伊是爱搁较悬吼，去搭民间南投民间迄个落水迄个所在。哦。因为咱头拄讲伊爱为面顶安尼水来洒落来。
发觉讲，治水伊的关度无高，所以伊的准头真正是伫落水，就是民间遐。是。毋过伊的迄个水准的迄个门啦，迄主要的设施拢伫治水。拄啊开船的时阵，一个仪式叫做招水。是。就是伊迄个门吼，要伫拍开水开始要放入去迄个水船的时阵，有一个人吼。安尼用3升5礼，吼，水一放出来时，伊就走。当然，咱走的速度比水较紧，一部分是正神尊敬这水，一部分就是开船这个过程吼，足侪水鸡啦、生物啦，各种会因为开船全拢死去。所以讲一开始有这个讲法来讲，迄个人是会牺牲的，因为伊。落尾就互水淹死。是。毋过到落尾变做一个仪式，即马每年嘛是拢也会举办，这叫做招水。即马变做小好一寡民俗观光的迄个色彩，叫做招水节。为什么这个所在爱招水？迄个招水原来就是因为讲，互迄开船的迄个功劳，开船的目的就是因为迄个落水溪就歹对付，这个落水溪会去引，甲引到尾，咱头先老师你有讲啊，原本是串伫南边，即马串伫北边去，一个分区毋是去到鹿港遐吗？鹿港遐的人，伊是受到这个灾害较侪，还是讲是敌人较侪安尼？彰化边缘也无。分做几啊部，迄阵叫做西厝圳，是，因为是西势本，伊来开的。这条圳呢，要开这个圳，伊拢总开10年。伊迄阵是台湾上界有钱的人。是。伊为台南管足侪钱的，因为做糖赚的钱，伊即马开始要赚水钱。是安怎？大家是讲，是安怎补圳伊的水路会掠位。北边去咧，咱来看芬林这个所在，以前伫17世纪、18世纪，落水溪水路拢直接走，是，毋着伊吞关，所以这地势咧，毋是讲足的，咱讲伊的纬地形，伊是比中华这边较悬。迄阵无碰铺啊，伊拢爱用自然的迄个压力安尼来水来送过，伊怎掠位北边，掠位中华。彰化县的这边来，因为地势较低啦，伊来自然就按个引过安尼。对，咱头拄讲，伊是遮尔大笔的投资，是，所以伊落水溪伊储这个台湾上界丰富的水源，所以伊才会为南部来到上好是为这条溪来开船。伊这个溪开这个水流要安流，要流去多大，嘛是设计过，所以咱会看伊有闪过伊的水伊是安尼，伊安尼撇，所以伊安尼撇的所在，伊就开位，较活，较北边一个。是。伊开这水船了，伊的影响是安怎咧？伊就落水有咱讲落水有落水沟，伊的灌溉伊互伊这个田食水，搁有食补，搁较肥，所以讲彰化边缘慢慢。差不多20-30年中间，伊就变到台湾上重要的米仓。是，这个因为伊生产的这个稻米，伊的产量真济，所以伊搭隶属着鹿港。咱讲这鹿港，伊是毋是一个偌好的港？因为北边有大渡溪，南边有落水溪，拢是沙真济的溪，伊本身的港无真深。毋过因为伊的生产伊规个彰化平原的伊个生产真丰富，所以变到伊是一个含中国会用正式运送的一个这个正港。正港。伊才慢慢变到1府2路3万架，伊变到台湾第2大的大城市。这是过去落水溪对咱这个所在影响。咱即摆想讲，森林发展，咱哪想较慢一丝啊？迄主要是因为水关去北边去，一差两边发展，就差要200年。等到日本时代了后，这落水溪会利用，佫有开始转变啦。咱以前是农业，是。到1930年左右，日本开始要发展台湾的工业，因为要南进政策啦。是。工业之母是电，所以伊就要发展。
啊，台湾上届水资源上丰富的所在，就搁找去罗水溪。所以即马罗水溪开始要来发电啦，要用水来发电啦。是。伊水应较济，电大法度发较大的量，所以伫面顶吼一个母盖，吼，迄母盖迄个水坝遐，伊就弄一个，咱叫做越狱引水，为山弄过，对水搁引来要引水落日月潭。哦，所以讲日月潭甲即个罗水溪嘛是有关联。就是为上游吼的水引来搭集中伫日月潭，要来大关发电厂、大关发电厂遐来发电。所以讲日月潭本来毋是遐尼大，伊的水有搁淹起来，所以附近的迄个咱讲少族的原住民全台搬迁。无因本来就住喺附近，所以罗水溪到日本时代，伊就变到啥物？伊本来是农业之母，即马伊变到工业之母。是，即条溪有影是会当算讲是咱台湾的即个母亲之河。伫1930年开始来建设即个发电厂，伊迄阵是占台湾一半的电力。这么多？伊发电了比咱爱搁较济，所以伊个分。去宣传讲，恁大家吼，就好用电啊，互你电费会降，就是爱搁去卖电。是。因为伊迄阵啊发电量真悬。是。占台湾的一半以上。是。就是拢是用水力来发电。经过西丽大桥看到下骹这罗水溪吼，其实拢大。我有当时我拢就烦恼的，我想讲咱是毋是台湾欠水啊？罗水溪大。到落尾老师，你有无共款的一寡研究甲看法对无？伊自开始就当时开始变水愈来愈少咧，就是咱讲为面顶吼，为上游遐开始，为了要发电就去足侪水坝，水就大伊炸咧，要发电的时阵才放落。是，所以一般吼，伊拢炸伫水坝内底。接近2000年的时阵，因为农业嘛欠水，民生嘛欠水，工业嘛欠水，大家就拢要抢水，是，要安怎咧？所以开始来规划这个集的迄个南河堰，是，伊这个引水计划，所以伊北边有一条水路，送去彰化平原，南边嘛一条水路送去南边。上个特别的嘛是上重要，伊还阁一条水路送去六轻，就是未了的离岛工业区。是。所以这个时阵呢，咱就了解讲罗水溪利用是工业是啥重要的。是。伊的水拢炸伫这自然河堰，结果下骹南河堰下骹的水你要看发大，因为伊的水已经拢照伊的人工的安排。这个木档移落，伊就走去100%偌济走去大下这个按钮移落，伊搁走去大下所以伊自然的溪流水就变得较少的。我以前去的是，我落去撩溪，迄水就来到大腿，是沙拢淹到遮来。即摆你看，连迄个溪底迄石头拢走出来，是。就哪像咱就看这个。罗水溪这母亲，伊连这个骨头拢走出来，看起来真唔甘。是。安尼啥会叫做台湾上界大的溪流咧？所以讲，就像主持人讲的，咱实在人工已经改变这条河流，改变了上侪去啊。是。大水是真艰苦，无水是搁较苦吼。以早是人咧抢水源呐，即嘛是农业甲工业吼，工业拢咧抢这罗水溪的资源。历史上罗水溪嘛，甲咱做真侪灾害无毋对啦，但是嘛是毋通讲受灾害啊。其实伊互咱会丰收的部分。要讲这条溪讲袂煞，重点是大家都要好好来疼惜咱台湾这片土地。感谢老师。好，多谢。